地球樂園，作者青蘋果，愛萬民靈修分享。眾人心中充滿敬畏，使徒們行了許多神蹟奇事，所有信徒都聚集在一起，凡物公用，他們變賣田產家務，分給眾人，如同各人所應得的。需要他們天天同心合意地在聖殿裏，並在家中擘餅，存着歡喜真誠嘅心用飯，讚美神，得眾民嘅喜愛。主將得救嘅人天天加給他們。呢個就係一個蒙神喜悅嘅社會嘅一個簡單嘅寫照。神賜俾我哋一切所需，供我哋共享。如果我哋喺呢個世界上面擁有分享嘅精神，國與國之間就唔會再有戰爭。嗰個時候，我哋將擁有一個和平嘅世界，全人類共享神賜俾我哋嘅資源。嗰個時候，我哋將擁有人間天堂。研讀一下聖經啦，呢啲係聖經俾我哋嘅一啲啟示，同埋神嘅話語嘅啟示。學習下如何獲得耶穌基督嘅無條件嘅愛，使到世界變為天堂啦。基督裏嘅地上樂園，指嘅係一種完美嘅極樂狀態，同埋一個更新嘅地球，而唔係而非而逃離咗呢個物質嘅世界，而唔係逃離咗呢個物質嘅世界。喺基督再嚟嘅時候，創造新天新地之後，上帝同人將會同人類完全同在。呢個源自於聖經中關於伊甸園嘅觀念。伊甸園係人類最初嘅居所。而義人將與基督一同作王，承受未來嘅地上嘅產業。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，感謝你賜俾我哋咁多嘅不勞而獲嘅資源。當我哋一出世嘅時候，一切都已經安排好啦。我哋嘅生存，你供應我哋萬物，例如我哋可以呼吸不勞而獲嘅氧氣，可以有關懷我哋嘅父親母親，亦都只有你，只有跟住你嘅旨意去行事為人，咁樣能夠將主耶穌基督嘅愛嘅誡命而行事為人，呢個世界將會變得美麗可愛，成為地球樂園。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係有感動嘅話咧，就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落，咁咪撳 share 咯。如果你覺得我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，咁就撳右下角嘅鈴鐺，免費訂閱神嘅名平安頻道啦。願神大大嘅祝福你，再見。